以下落嚟將會簡單咁介紹呢一份 HRT Comment 嘅 Google Sheet 係如何使用嘅。首先喺左上方會顯示翻當前嘅班別，喺下方會顯示翻呢一班各個學生嘅資料，而喺呢個 Column F 度會顯示翻佢哋嘅評語上會使用嘅名字。如果發現呢個名字上邊有錯嘅話，可以直接喺 M 呢個 column 上邊修改翻佢嘅正確名字。稍後我哋會將呢個名字用翻落去個 HRT Comment 度。而本身呢一格咧會顯示唔同班主任嘅名，呢一個班主任名係代表翻當前呢一個 role 嘅學生係由邊一位班主任負責嘅。而喺左方會發現有兩格藍色，呢兩格藍色代表唔同嘅意思。我哋嘅評語長度需要超過200字，以及少過500字。當前因為沒有字數低過200字，所以佢係會顯示藍色。如果我哋嘅字數係多過200嘅話，佢將會顯示翻做白色，代表符合我哋要求。假設我哋要求嘅字數過多過500字，佢將會顯示粉紅色。咁就請 HRT 將呢一個嘅評語修改翻做正確嘅字數，顯示白色代表符合要求。而如果班主任唔決定自己寫，係由系統去 generate 出嚟嘅話呢，咁就需要去到右方呢一度去選擇翻唔同嘅資料。咁以下落嚟呢，就會示範翻點樣喺呢一度以 drop down list 嘅形式揀翻一個學生嘅評語出嚟嘅。咁首先留意翻，如果班主任已經預先填咗自己嘅一個 HRT comment 落去呢，咁呢個系統係唔會去產生任何嘅評語嘅。個原因就係，如果班主任手動寫咗你自己評語落去嘅話呢，系統會以你自己寫嗰個為準嘅。如果你決定用翻由系統 generate 出嚟嗰個嘅話呢，咁呢一格 H 嘅 column 呢係必須保持空白。咁左手邊呢格 G 嘅 column 先至會出現翻系統嘅 generate 出嚟嘅 comment 啦。咁喺右手邊 N 呢個 column 開始呢，咁係學生嘅 personality 啦。咁 personality 係有兩個嘅，一個係必須要填寫，一個就係選擇性填寫嘅。咁呢個因應翻班主任決定。如果班主任覺得佢得一個 personality 咧，咁揀咗一個就可以噶啦。咁如果個班主任覺得佢有兩個 personality 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揀兩個。咁系統會自己去 generate 翻一個 comment 出嚟嘅。咁喺右手邊呢度咧，就選擇翻學生嘅評語啦。咁喺 section A 呢度咧，你撳落去會見到有 A 啦同埋 S 嘅選項嘅。咁咩意思呢？ A 係代表 academic，S 代表 social。咁你會見到有1同2同3嘅。1嘅意思係佢好完美嘅，冇任何空間去做改善嘅。2係代表都幾好喎，但係都有一啲空間可以改善一下嘅。而3係乜嘢呢？就係佢一定要做改善啦，佢係冇辦法去避免㗎啦，最好改咗佢啦，你就可以用呢個形式去做。咁我哋係選擇先讚後改善嘅形式去做嘅，所以當你去喺度選擇翻學生嘅評語嘅時候，你係要揀咗你認為佢邊一項比較強嘅地方先。如果我覺得佢 academic 比較強嘅時候，我就可以揀咗 academic 嘅先。如果我覺得佢係 social 方面係比較好嘅，係good 嘅，咁我就揀咗佢 social 先。咁喺呢一個 drop down list 度，你會見得到佢係好長嘅，你係可以拖落去拉落去，咁會出晒所有嘅 A1 到 A3、S1 嘅到 S3 嘅 comment 嘅。咁喺呢度揀翻你相應覺得佢好嘅地方啦。假設我而家呢刻覺得佢成績好好嘅，但係佢 social 比較弱啲嘅，咁我就喺度揀翻 social 啦。咁我呢度 click 開嘅時候，你會發覺我呢度只係得翻 S1、S2 同 S3，係冇咗 A 嘅。原因係因為我哋係採取 A 加 S 或者 S 加 A 嘅，我哋唔會又讚佢 academic 又彈佢 academic， 又讚佢 social 又彈佢 social 嘅。咁我哋係會用 A 加 S 同 S 加 A 啦。咁我就可以喺度揀翻佢 social 邊方面弱嘅地方啦。然後喺右手邊你見到粉紅色咗嘅地方，我哋就要揀翻佢個邊個位可以做 improvement 啦。咁當你揀齊晒啱咗嘅時候，佢會顯示晒白色，就代表冇特別任何嘅嘢啦。咁班主任就可以喺呢度望一望，睇一睇 generate 出嚟嗰個評語，你有冇覺得乜嘢改善又或者係修改嘅地方嘅？如果冇嘅話呢，咁就完成咗一個學生噶啦。咁以下落嚟將會係一啲其他嘅注意事項。假設我喺呢一個 A1 揀A 呢度我揀咗 A1，而 social 我都揀咗 S1。即係話佢兩樣嘢都好完美，冇改善空間，咁係會着咗綠色嘅。個原因就係當老師極端地認為某一個學生係特別好嘅時候呢，咁都想提示翻老師你揀咗兩個最頂級嘅 comment 落去，咁就避免揀錯咗。咁當然啦，當老師揀咗最頂級嘅時候，當然有翻轉頭有揀到最弱嘅地方啦。
咁你就會見得到佢亦都會着咗一個粉紅色出嚟，就提示翻老師，哦，你揀咗佢兩邊都弱喎，留意翻會唔會揀錯咗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啲情況就係，當班主任喺呢一度揀咗 A1，然後呢度都揀咗 S1嘅時候，發現啊，我唔係想咁喎，我想喺呢一度揀翻轉頭，揀翻佢做由 A1跌翻落 A2喎。咁系統呢度呢就會即刻轉咗一個粉紅色出嚟。個原因就係我哋係採取一個先讚後改善嘅形式，而你而家呢一度揀咗 S1係高分過呢一度嘅 A2。咁變咗就係我哋係需要調翻轉一個形式去做。我哋如果係想咁樣轉嘅話呢，我哋呢度係要揀翻 S1先，然後佢比較弱嘅地方揀翻做 A2，然之後再揀翻佢改善。咁我哋係統一用呢個先讚後改善嘅形式去做嘅。咁各項嘅事項都已經提及過啦。咁如果喺使用上仲有其他問題嘅話，歡迎揾翻 IT 部阿明。咁我內線係228嘅。咁如果有問題再電郵俾我啦。唔該各位。